你會經歷奇幻之旅，德勒花蜜兒會在天山腳下開滿太陽花的唐布拉等待着你。風帶着大自然的口信，蜜蜂為我們提供糧食、藥物，甚至守護着地球的健康與美麗。我們要提醒藍色星球的人，適度拿取自然資源以發展經濟，再以經濟成就回饋大自然與社會。花蜜兒說。小蜂韋利奇幻之旅，今日我哋終於踏足到新疆伊犁州百里畫廊黑蜂養殖場。大家見唔見到呢個就係喺烏魯木齊市我哋築起嘅一個城市野生生物走廊。韋利希望通過城市野生生物走廊可以推動保護蜜蜂，從而推動陸地以至我們人類最重要嘅糧食。多謝大家。